各位早晨，今朝早繼續好凍啊！市區氣温下降至11度左右，新界再低1至2度㗎。我哋睇下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9.3至11.7度。至於最高氣温亦都只係得11.4至13.4度。一齊睇下風勢圖，乾燥嘅冬季季候風正係為廣東帶嚟寒冷嘅天氣，咁大家記得繼續注意保暖啦。同時，覆蓋廣東沿岸嘅雲帶正係逐漸轉薄。預測方面，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朝早寒冷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7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，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。未來1、2日大致天晴。除夕同埋農曆年初一雲量會增多，可以見到氣温稍為回升。去到年初二稍後，至到年初3氣温會再度下降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天晴，澳門多雲；廈門天晴，台北落雨；上海天晴；北京天晴；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；大阪多雲，東京多雲；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雷暴；墨爾本驟雨，悉尼驟雨；布里斯班天晴。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落雨，三藩市落雨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落雪，倫敦天晴，巴黎多雲，阿姆斯特丹多雲，法蘭克福多雲，蘇黎世落雪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